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万有都降服在神的权下。我们要读约伯记40章15到24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脚下。很明显地，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包括上帝本身，因为他就是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我们来想说，社会上的高知识分子为什么对于基督教信仰接受度普遍都不高呢？他们认为无神论才是真理。身为小儿科心脏专科医师的王兰坤，过去他曾在教会观察10年之久。他讲求科学实证，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他早已看淡生老病死的他，更别提能够接受永生的观念。直到科学再也无法满足求知欲，他从这之外发现看不见的神。在61岁的那一年，他终于甘心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身为一名小儿心脏专科的医师，王兰坤说自己的理性个性养成凡事习惯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在小时候，他深受儒家文化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来影响，所以长大后他就读医学院，更是讲求实证科学、统计学、胚胎学以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慢慢他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对信仰产生好奇是在于妻子的基督徒三节。印象中妻子的三节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笑容，碰到任何困难或者是忧虑的时候，他都不会以基督教为耻，就直接在众人面前祷告，祈求上帝的赐福。他永远是那么的喜乐所以他心想说，这个基督徒表现在外表的行为是多么令人羡慕。有一次，王兰坤夫妇去探访妻子的三姐，不巧三姐出门，家中只有他的3个不满8岁的孩子。那3人游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孩子不慎爬行时掉下来，头部受到撞击而有小出血的情况。那这时候呢，身为大哥的这个孩子十分冷静，就带领其他2位年纪比较小的这个弟弟妹妹那3个人就安静来跪在地上祷告，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闹没有惊吓的行为这个过程让王兰坤医师他很震惊怎么3个不到8岁的孩子会表现出这么冷静的举动呢？三姐的这一家人深深来影响王兰坤对信仰的看法。所以从这些基督徒的行为上面让我们觉得基督徒是有一种荣耀，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基督徒相信神的同在，即便遇到再困难的事，都有万能的神作为心灵的靠山。这对身为医师的王兰坤来说，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相信的。直到有一天，他翻到一节的经文，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他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这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3节。原来这些看得见的，就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王南坤相信一定有个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我们的人类就喜欢靠自己的感官跟感受去决定这件事情的真假，但是人类感官所能够接受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限哦。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嘛。举凡发明巴斯德消毒法的法国医生路易巴斯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发表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以及初登陆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那这些例子一再证明有一位真神主宰着这个宇宙万物哦。所以当时我就准备好有这样的冲动，想要成为基督徒。所以在2010年，有位基督徒江文琪姐妹向他来传福音，透过从怀疑到相信的课程，将旧约39卷、新约27卷，共66卷，横贯古今千年历史，40位作者的描述相当协调，毫无抵触哦。所以王南坤他看见神的预言和应许历经了3400年，依然应验，内心他觉得十分震撼，所以决定在当年年底的圣诞节受洗哦。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神为了帮助约伯领悟真正的公义，他在40章的15节对约伯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神显然要约伯借着仔细观察河马，并思索他所提的问题，而对神公义彰显的方式要有新的领悟。上帝启示约伯观看他所造的河马。其实这里的经文所指的河马，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电视上的那些河马，或者是动物园的河马，而是古时人熟悉的神话怪兽。在古时，他们都是动乱的代表，然而却都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们听从了神。这位神来带领约伯观看河马，目的就是希望约伯可以意识到，连人都惧怕并无法降服的巨兽，都是属于神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约伯呢，如今深陷苦难风暴之中，难道没有神的掌管吗？难道约伯在苦难中就不属于神吗？或者是神就不再关心他了吗？神描述河马在他的创造中是位居首位哦，在40章的19节，它虽然是草食性的动物，却力大无比。它安然在神的所造的自然世界来度日，甚至呢，在河水泛滥的时候也无所畏惧。无人有方法可以拘捕它，好为人所用。那如果这一些人都无法驯服的猛兽，都降服在神的全能之下，约伯能凭什么质疑神的智慧和全能呢？所以约伯能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如果他的智慧充足，就可以明白他需要持守信念，他相信自己的一生都在神的掌权之下，而且神不会使专心寻求他的人羞愧。弟兄姐妹，当我们更认识神和他的全能的时候，我们便会察觉到自己有多么的卑微、无助，还有骄傲，进而就好像这个医生他相信说，没有神啊，无神论哦，
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神透过他创造的大自然，我们可以体验到神的完全跟伟大。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怜悯，怜悯我们的无知与拯救赦罪的恩典经过这位上帝对约伯上了这一节大自然的户外教学课，终于降服在神的面前，并且向神悔改，承认他自己的无知还有有限。对你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来默想，神带领约伯上了这一次的大自然户外教学，使约伯认识到自己真的无知，还有很多不足。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用心观看大自然美好的事物，认识到神的全能跟伟大，而愿意降服在他的带领，并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来带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自然界中彰显你的创造力还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欣赏你所创造的奇妙生物，如同约伯记中所提到的河马。你的作为让我们敬畏你的全能跟掌管，连这些猛兽都俯伏在你的权下。你也让我们感受到您的存在跟您的慈爱。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在你的全能之下，所有的事物都服从你的旨意，你的智慧和计划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灵性，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行在你的道路上面，帮助我们心存敬畏你的全能跟统治，并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回到你的恩典跟慈爱当中。求你赐下恩典跟慈爱，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面对各种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心存仰望你的慈爱和救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跟别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心中充满平安喜乐，在生活中顺服神的带领，能够活出盼望。我们下次再见哦。